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因為天雨關係咧，而家會有早會直播嘅。首先有兩項待報告，待學志稿 Echo 宣布喺6月28號 A Day 嘅日子咧，將會有學生舞台嘅舉辦喎。而家現正公開招募所有才能嘅同學，只要你係有熱誠、有表演欲同埋唔怯場嘅話咧，就可以參加由 Echo 舉辦嘅學生舞台。參加學生舞台嘅方法咧就如下嘅，只要你哋電郵至 echo.skss@gmail.com， 又或者親自聯絡群班黃永欣同學，留低你嘅個人身份證。可以繼續嘅，點可以咁 smooth 嘅？你冇 cut 我，係留低你嘅個人姓名、班別同埋你要表演嘅項目啊！咁呢個學生舞台就係為你而打造㗎啦。哇，好老土喎呢一句。好啊，咁第二項待報告咧，就係為學志稿 Echo 待報告嘅。中4至中5嘅同學咧，我哋將會喺聽日咧會有專人派發呢個學生舞台嘅表格。咁咧，煩請每班嘅班會主席喺即日之內咧填好咗之後咧，就交翻俾我哋5至班局長黃麗儀同學。係啦，多謝大家。喂，冇 cut 啊 ！A Day with fun for A Day。好啦，而家請同學可以盡快急步拎起你嘅書包翻上課室。